今晚我講咗好多空少，點解我要講咁多空少？係為咗在座有啲20零歲或者以下嘅朋友而講嘅。在座有幾多位嘅咁嘅朋友拍一拍手？你都20零歲，你唔係好明白數字㗎嚇？我20度問啫嘛，我20度接近40歲嗰頭，20度問咁嚇。唔係㗎，嘅20零歲嘅朋友，呢啲空少係為你而講嘅，因為有一日你哋都會買股票 ，OK？ 你而家都以為我唔會，我冇咁蠢。係，我細個都話，我大個咗唔會同女仔玩㗎。人人都經歷呢個階段，咁大個咪俾女仔玩咯。有一日你哋都會買股票，而有一日你就會發覺，你買咗嘅嗰隻股票係唔夠你嗰張股票咁貴，你明唔明啊？你唔係好明啊，因為你買股票覺得自己買到好閃啊！你嗰隻股票貴過你隻股票，你隻股票又平過你隻股票，點解咁閃啊？因為四大皆空，4隻最大嘅基金都沽空。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同唔色都沽空。而喺嗰陣時，你就會發覺，你唔使出街，你都可以叫做貧僧。